香港係中西文化薈萃嘅國際大都會，憑着我哋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，香港實施普通法，擁有獨立關稅區，始終保持對國際人才嘅吸引力。過去1年，本港嘅各項輸入嘅人才計劃已經吸入咗50萬宗申請，當中30萬宗獲批，22萬嚟咗香港。呢一系列嘅措施證明我哋招攬人才嘅計劃係非常之有成效嘅。為咗提高我哋嘅效率同埋成效，我又有以下嘅優化嘅建議。第一，我哋應該圍繞我哋8大中心嘅定位，優先輸入創科、教育、法律等嘅專業嘅人才嘅領域。第二，我哋編制8大中心嘅人才清單，而且同時我哋要制定吸納唔同行業輸入人才嘅目標嘅數量。政府可以根據呢啲目標數量去輸入唔同嘅人才。第三，我哋應該係要建立灣區人才嘅標準清單，讓呢啲嘅人才可以喺灣區裏面高效嘅流動，唔單止可以滿足香港嘅需要，而且可以服務國家嘅長遠發展嘅戰略。第四，我哋要做好留人才嘅工作，針對高才嘅子女嘅教育、醫療嘅保障同埋佢哋嘅房屋嘅需要，我哋應該要作出去支援，令到佢哋可以無後顧之憂，紮根香港，服務香港。只要做到引得進、留得住，做得好，我相信香港能夠保持我哋一個世界人才樞紐嘅地位。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3號楊永傑，繼續喺議會裏面為大家發聲，去爭取更加多嘅人才留喺香港。